呼吁少年父母参囡仔讲台语。作者杨振如。呼吁少年父母参囡仔讲台语。各位少年父母，大家好！头期先甲大家表示敬意。伫即个少子化遮尔严重，生育率直直下降，真侪少年家毋结婚、毋生囝，甚至连谈恋爱都嫌费气的年代，恁犹愿意生养囝儿，为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付出心力，干那即一点，就值得大大肯定甲学乐。比起家己的父母，恁即代伫相对于安定甲富裕的环境内底成长，得到的教育资源嘛加较丰富，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。不过，因为受到错误、扭曲的教育体制影响，恁煞变成独尊华语、打压本土母语上直接的受害者。恁即言的少年父母，平常时甲人交谈，差不多规喙拢是华语噜叫，真罕得用台湾话咧甲人泡豆甲盘烂。祖先传落来母语宝贵的喙舌，煞袂输去互练军挂断迄一款。看到即个情形，心肝头实在有够艰苦。搁较互人担忧的是，真侪少年父母警觉性无够，毋若伫人来人去的公共场所，罕得用台语交谈，就是参家己的囡仔，嘛是拢讲华语。若是无意中伫啥物所在听到少年朋友讲一半句台语，拢会互人感觉特别亲切，特别欢喜。大约40岁以下的少年父母，台语讲了无好，惊无啥敢讲，也是无啥爱讲，是确实存在的现象。任何人拢毋免暗看。毋过，迄是错误离经的时空背景所造成的，袂当全然怪罪少年父母。大家拢知影。母语是族群的身份证，是咱人转去心灵故乡的通关密语，搁较是族群历史文化上重要的载体。母语若失声，族群就灭亡。台语是公认优雅珍贵的母语，值得好好保守甲传承。可惜因为长期遭受忽视。现在已经只剩溃死啊尔。若是无赶紧叫醒大家的母语意识，好齐来抢救，今晚会目睭金金看伊消失去。即当今是强调国际化，嘛注重本土化的时代。咱伫追求国际化的同时，特别爱加强发挥本土的特色。安尼才有法度伫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取得各领域的优势。台语文化灭绝的危机已经非常迫切啦！希望各位少年父母会当用谦卑的心、开阔的腹肠，正确了解台语文的水，重新建立文化的主体性甲自信心。去年2018年12月25日，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国家语言发展法，甲台语正式定位做国家语言。2022年8月开始，台语嘛特别列做12年国教各阶段的部定课程。另外，联合国正式宣布，今年2019年是国际本土语言年，保护甲抢救本土语言已经成做全世界
全力打拼的课题。父母是囡仔的第一个老师，是囡仔一世人学习的模范，对后一代影响非常大。呼吁所有智慧的少年父母，人人对本心做起，伫生活中较接参囡仔讲台语，互台语文化的香火世世代代传承落去。